我要聽粵曲，我要聽福音。不如我哋一齊聽福音粵曲啊！咩話？我哋一齊聽福音粵曲。今日係受難節，好想同大家一齊咧去重溫一下2000幾年之前，按照聖經嘅描述，主耶穌基督釘十字架之前同埋之後一啲嘅事情。好啊。咁呢，其實喺主耶穌釘十字架之前呢，佢一個晚上嚟到呢客西馬尼園嗰度呢去禱告噶。耶穌帶住佢嘅門徒嚟到客西馬尼園，就對佢個門徒講啦：你哋坐喺度啦，等我去嗰邊禱告。於是帶住彼得、雅各同埋約翰，跟住就憂愁起嚟，極其難過，就咁樣對佢哋講：我心裏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哋喺度等候，同我一同警醒啊！佢稍稍往前走，俯伏喺地禱告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嘅意思。佢又返到去門徒嗰度，見到佢哋瞓着咗，就對彼得講：你哋點樣啊？唔通真係唔能夠同我警醒片刻麼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哋嘅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啦。耶穌第二次又去禱告：我父啊，這杯若不能離開我，必要我喝，就願你嘅旨意成全啊。耶穌返嚟見到門徒睡着咗，因為佢哋嘅眼睛都好疲倦。耶穌又離開佢哋，第三次嘅禱告嘅說話同先前都係一樣。跟住耶穌又返到嚟門徒嗰度，對佢哋講：而家你哋仍然睡覺安歇吧，時候到了，人子被賣在罪人嘅手裏啦。起來啦，我哋走啦。你睇下，賣我嘅人近啦。說話之間，12個門徒裏面嘅猶大嚟咗，而且有好多人帶住刀棒喺祭司長同埋民間嘅長老裏邊一同咁樣嚟咗。嗰個賣耶穌嘅猶大就俾咗佢哋一個暗號，講：我同邊一個親嘴，邊一個就係耶穌，你哋可以捉住佢。猶大隨即去到耶穌嘅跟前，同佢講：請拉比安。跟住就同佢親嘴。耶穌同佢講：朋友，你來要作嘅事就作吧。於是嗰啲人就上前嚟，落手捉住耶穌。又跟住耶穌嘅一個人用刀將大祭司僕人嘅耳朵削咗落嚟。耶穌對佢講：收刀入鞘吧，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，現在就為我差遣12營多嘅天使嚟咩？如果係咁樣，經上所說嘅事情必須如此嘅話，怎麼應驗呢？當時耶穌對眾人講：你哋帶住刀棒出來拿我，如同拿強盜麼？我天天坐在殿裏教訓人，你們並沒有拿我，但這一切事成就了，為要應驗先知上嘅話。當下門徒都離開佢走咗啦。捉耶穌嘅人將佢帶到大祭司該亞法嗰度，文士同埋長老已經喺嗰度聚會。彼得好遠遠咁跟住耶穌，直到大祭司嘅院子裏邊。入到去裏邊就同差役同坐，睇下到底係點樣。祭司長同埋全公會都要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，要治死佢。雖然有好多人嚟作假見證，但係總係揾唔到真憑實據。最後有2個人上前嚟咁樣講：呢個人曾經話我能夠拆毀神嘅殿，3日之內又建造起嚟。大祭司就起身對耶穌講：你點解唔回答呢？呢啲人
作見證要告你係乜嘢呢？耶穌仍然都係唔講嘢。大祭司同佢講：我指住永生神叫你起誓，話俾我哋聽，你係神嘅兒子基督，係咪呢？耶穌對佢咁講：你說的是。然而我告訴你哋，後來你要見嘅人子，坐在那權能者嘅右邊，駕着天上嘅雲降臨。大祭司就撕開衣服咁樣講，佢講咗啲僭妄嘅話。我哋使乜再用見證人呢？呢啲僭妄嘅話，而家你哋都聽到啦。你哋嘅意見係點樣呢？佢哋就回答：佢係該死嘅。佢哋就吐唾沫喺佢嘅臉上邊，用拳去打耶穌，亦都用手掌去打佢。跟住咁樣講，耶穌話：你係先知，話俾我哋聽，打你嘅係邊個？哎呀天怎忍可？個他主耶穌釘十架犧牲，寶血流盡啊，受滿鞭傷，身體裂，血濺溶爛，為承擔重罪債，救主基督慘受刑，有誰掩面痛哭？痛苦有誰知曉？救主被壓傷，宰殺似罪人，飽經憂患，要將愛盡獻，忍受背棄攻擊，唾棄譏諷十架前，有誰憐憫？願齊來看，十架犧牲恩義完全，看似被遺棄審判之中，處極仍無人願挽救，天亦雲遮無掩，地分像嘲弄冷機，天和地皆掩面，不看這罪人，他喊叫成了即氣斷。有邊一個知道佢為我哋嘅過犯而受害，為我哋嘅罪孽而壓傷呢？主因何心果，救贖人類得盼望，永活後因應該萬邦稱讚，萬代也中央。經過咗一晚，到咗早晨，祭司長同埋民間嘅長老，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，就把佢捆綁交去巡撫比拉多。耶穌企喺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問佢：你係咪猶太人嘅王？耶穌咁樣講：你說的是。耶穌俾祭司長同埋長老控告嘅時候，咩都冇答到。比拉多就對耶穌講：佢哋作見證告你咁多事，你冇聽見麼？耶穌仍然係連一句話都冇回答，以至到巡撫都覺得好奇怪。巡撫有一個嘅規例，就係每逢去到節期嘅時候，就按住眾人所要嘅，釋放一個囚犯俾佢哋。當時有一個出名嘅囚犯叫做巴拉巴。眾人聚集嘅時候，比拉多就對佢哋講：你哋要我釋放邊一個俾你哋呢？係巴拉巴，還是係稱為基督嘅耶穌呢？眾人聚集嘅時候，比拉多就對佢哋講：你哋要我釋放巴拉巴呢？抑或係稱為基督嘅耶穌呢？巡撫原本知道
佢哋係因為妒忌耶穌，先係將佢介過嚟。佢正係坐堂嘅時候，比拉多嘅夫人就打發人嚟講：這義人嘅事，你一啲都唔可以理，因為喺今天嘅夢中為佢受咗好多苦。祭司長同埋長老挑唆眾人，要求釋放巴拉巴，除滅耶穌。巡撫就對眾人咁樣講：這兩個人，你哋要我釋放邊一個俾你哋啊？佢哋講：巴拉巴。咁樣，嗰個稱為基督嘅耶穌，我點樣懲辦佢呢？我去釘十字架。點解呢？佢作咗咩惡事啊？佢哋就極力咁樣喊住講：釘他十字架，釘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見到講都無濟於事，反為會生亂，就將水喺眾人面前為自己洗手，講：流這義人嘅血，罪不在我，你哋自己承擔啦。眾人都回答說：佢嘅血歸喺我哋同埋我哋嘅子孫身上啦。於是比拉多釋放咗巴拉巴俾佢哋，將耶穌鞭打，交俾人釘十字架。比拉多嘅兵就將耶穌帶到去衙門，叫全營嘅兵都聚集喺佢嗰度。佢哋除咗耶穌嘅衣服，幫耶穌着咗一件朱紅色嘅袍，用荊棘編咗冠冕戴喺耶穌嘅頭上邊，攞一根葦子放喺耶穌嘅右手裏邊，跪喺佢嘅面前戲弄佢，咁樣講：恭喜猶太人嘅王啊！又吐唾沫喺佢嘅臉上邊，攞葦子打佢嘅頭，戲弄完就幫耶穌除翻低個袍，着翻佢自己嘅衫，帶佢出去釘十字架。佢哋出嚟嘅時候，遇見一個古利奈嘅人，佢叫做西門，就勉強佢一齊去背住耶穌嘅十字架，跟住嚟到一個地方叫做各各他，意思就係髑髏地。兵丁攞用苦膽調和嘅酒俾耶穌飲，但係耶穌試咗就唔肯飲。佢哋既然將佢釘喺十字架上邊，又拈鬮分咗佢嘅衣服，佢哋坐喺嗰度看守住耶穌。喺耶穌嘅頭上邊安咗一個牌，寫住佢嘅罪狀，咁樣講：呢個就係猶太人嘅王耶穌。當時有兩個強盜同耶穌一齊釘十字架，一個喺右邊，一個喺左邊。從呢度經過嘅人都譏誚耶穌，搖住頭咁樣講：呢個拆毀聖殿3日又建造起來嘅，可以救自己啦。你如果係神嘅兒子，就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啦。祭司長同埋文士同埋長老都係咁樣去戲弄耶穌。佢救咗別人，唔能夠救自己。佢係以色列嘅王，而家可以喺十字架上面落嚟啊！我哋就信啦。佢倚靠神，神若果喜悅嘅，佢可以救佢啊！因為佢曾經咁樣講過，佢係神嘅兒子啊嘛。嗰啲同耶穌同釘嘅強盜都係咁樣譏誚佢。從午正去到申初，遍地都黑暗咗。大約喺申初嘅時候，耶穌大聲咁樣喊着：以利，以利，拉馬撒巴各大利，就係話我嘅神，我嘅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企喺嗰度嘅人有啲聽見就咁樣講。呢個人呼叫以利亞，裏邊有一個人好快咁樣跑過去，攞咗海湧，蘸滿咗醋，綁喺葦子上邊，送俾耶穌飲。其餘嘅人咁樣講：我哋等下，睇下以利亞會唔會嚟救佢啊？耶穌又大聲喊叫，氣就斷了。忽然殿裏邊嘅幔子由上到下裂為咗兩半，地都震動，磐石都崩裂啦。
他誠然擔當我哋嘅憂患，背負我哋嘅痛苦，我哋卻以為佢係受責罰，俾神擊打苦待。點知道佢係為我哋嘅過犯受害，為到我哋嘅罪孽壓傷。因為佢受嘅刑罰，我哋得到平安；因為佢受嘅鞭傷，我哋得到醫治。對十架心感激，多我主救贖恩。皆因世上人未知福音真理，只貪享受對正義美德，絕不關心。被撒但誘惑了犯進侵，手指秉公變自私，作孽不理傷害人，所以見利忘義，輕視戒律法規，壞將兇狠，敗行缺德，總不知道滿身死罪，也不思悔改與自新。永難還天價，必要受處分，更不可以得永生。有幸苦神肯對天下人具愛心，終於不忍依照天規，懲罰世間不義罪民，而且遣派獨生子由天降生，傳報真理與福音，父牧羊群，基督於尊降生，拯救罪民萬劫身，見僕人懷義氣，甘無困險，不辭痛苦艱辛，奈何因昔日祭司文士不肯信福音，強蠻撥理慘凌聖子，獨留地犧牲，釘在十架歸天見父神。碧血染泥塵，基督
耶穌俯首望身，將人愛念公義，捨身施救人。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，他在十架犧牲，將他寶血清洗俗世人罪惡，令其悔改修身，完成救贖善聖心。救主喪命，3天後復活，重返天家，安坐父神右邊，擔當我們大祭司兼中保，令到基督徒獲救恩，得永生。罪人因信稱義，罪得赦免，救恩唯有因及信，真理超然。信奉我主基督，瞻慕救贖人，便得到永生。企喺對面嘅百夫長睇見耶穌咁樣喊叫斷氣，就講：呢個人真係神嘅兒子。到咗夜晚，有一個財主，佢個名叫做約瑟，係喺亞利馬太嗰度嚟嘅，佢都係耶穌嘅門徒。呢個人去見彼拉多，求耶穌嘅身體。彼拉多就吩咐將耶穌嘅身體俾佢。約瑟攞咗耶穌嘅身體，用乾淨嘅細麻布包好，安放喺自己新嘅墳墓裏邊，就係佢自己作喺磐石裏邊嘅。佢又將大石頭滾到去墓門口，跟住就離開咗啦。有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嗰個瑪利亞喺嗰度對住墳墓坐喺度。去到第二日，就係預備日嘅第二日，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聚集嚟見彼拉多，佢哋咁樣講：大人，我哋記得嗰個誘惑人嘅仲活着嘅時候，曾經講過3日後佢要復活嘅，因此請吩咐人將墳墓把守妥當，直到第3日。恐怕佢哋嘅門徒你都將佢偷咗去，就話俾百姓聽佢已經從死裏復活啦。咁樣佢後來迷惑嘅比先前就會更加厲害噶咯噃。所以彼拉多咁樣講：你哋有看守嘅兵，去啦，盡你哋所能夠嘅把守妥當。佢哋就帶住看守嘅兵一齊去，喺墓嘅出邊封咗石頭，將墳墓把守妥當。安息日將盡，喺7日嘅頭一日，天快亮嘅時候，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另外一個瑪利亞嚟到墳墓嗰度。忽然之間，地大震動，因為有主嘅使者喺天上落嚟，將石頭滾開，坐咗喺上邊。佢嘅樣貌好似閃電，衣服潔白如雪。看守嘅人就俾佢嚇得渾身亂戰，甚至好似死人一樣。天使對婦女講：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哋係尋找那釘十字架嘅耶穌，佢已經唔喺呢度啦。照佢所講，已經復活啦。你哋要看安放主嘅地方，快告訴佢嘅門徒講，佢已經從死裏復活啦，並且在你哋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喺嗰度你哋要見到佢。
嗰啲婦女就好急忙咁離開咗墳墓，佢哋又驚，但係又大大嘅歡喜，就走去話俾門徒聽。忽然耶穌遇見佢哋，同佢哋講：願你哋平安。佢哋就跑上前面，抱住耶穌嘅腳。耶穌再對佢哋講：唔使害怕，你哋去告訴我嘅弟兄，叫佢哋去加利利去，喺嗰度佢哋必定會見到我。 11個門徒一齊去到加利利，到咗耶穌約定嘅山上邊，佢哋見到耶穌就拜佢，但係仲有人係有疑惑嘅。耶穌就入嚟對佢哋講：天上地下嘅權柄都賜咗俾我啦，所以你哋要去，使萬民作我嘅門徒，奉父子聖靈嘅名，同佢哋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哋嘅，都教訓佢哋遵守。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嘅末了。感激主恩救贖，擺脫罪惡籠牢，還得平安歡樂，無恨怨亦無煩惱。救恩不忘酬報，基督聖善光輝天下，萬民同眾救恩比天高比海深。主耶穌基督為救贖我哋嘅罪，被釘死喺十字架上。第3天復活呢個事蹟係我哋都要時刻嘅去紀念嘅，就好似剛才嘅經文所講，主耶穌叫我哋要去，使萬民作佢嘅門徒。人慈路，光明路，願同世人踏上作基督徒，結心毅力，安寧生活，俗世繁華也不需羨慕。能為基督門徒兒女。
有我